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0篇12节到17节，申命记第5章第1节到21节，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到1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听上帝。流行歌手周杰伦唱的一首曲子《听妈妈的话》，曾经被台北教育大学附属实验国民小学采用于1年级的教材。他们所说的原因是因为歌词里面的内容呢，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。其中一段的歌词这样的写道：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，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。美丽的白发，幸福中发芽，天使的魔法，温暖中慈祥。后面还有一段：妈妈织给你的毛衣，你要好好的放着，因为母亲节到时，我要告诉她我还留着。妈妈或是父亲在信仰上是上帝在地面上的代表，所以我们说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担心，就好像基督徒应该要听上帝的话，确实的实践，这更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功课。申命记第5章第1节到21节这样子提到的，摩西带领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颁布了十诫。摩西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对他们说：以色列人呢，要留心听我今天向你们颁布的法律和规例，你们要学习并且切实遵守。上主我们的上帝不但在何烈山与我们的祖先立约，也与我们今天还活着的人立约。上主在那山上从火焰中面对面和你们说话，那时我站在你们和上主中间，向你们传达他的话，因为你们怕那火焰，不敢上山。上主说：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曾经领你从被奴隶之埃及地出来。我以外，你不可敬拜别的神明，不可为自己造任何的偶像，也不可仿造天上地上或地底下水里的任何形象，不可向任何偶像或是跪拜或是侍奉，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绝不容许跟我对立的神明。恨恶我的人，我要惩罚他们，甚至到3、4代的子孙。但爱我、遵守我命令的人，我要以慈爱待他们，甚至到1000代的子孙。不可滥用我的名，凡滥用我名的人，我上主你的上帝一定惩罚他。要遵照我上主你上帝的命令，遵守安息日为圣日。你有6天可以工作，第7天是分别归我的安息日。这一天，无论是你的儿女、奴婢、牛、驴、牲畜或侨居的外族人，都不可工作。
你的奴婢必须跟你一样休息。你要记住，你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。我上主，你的上帝以大能大力把你抢救出来，所以我命令你，你必须要遵守安息日，要遵守我的命令，孝敬父母，好使你事事顺利，在我要赐给你的土地上享长寿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害人，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，也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、土地、奴婢、牛、驴或是其他的东西。上帝颁布的十诫不是为了要禁戒人，而是要让人有一个准神来跟随他，与上帝亲近。听从上帝的命令，顺服他的旨意，遵守他的诫命，是圣经当中一再提醒强调的事情。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到19节也是这样的提醒基督徒要听上帝的声音，要遵照圣灵的引导，不要悖逆，不可试探上帝。圣经这样说，所以正像圣灵所说的，今天如果你们听见上帝的声音，你们不要顽固，像从前背叛上帝，在旷野里试探他一样。上帝说，虽然40年当中你们的祖宗曾看见了我的作为，他们还是在那里试探我，考验我。因此我向那时代的人发怒，我说他们都不忠心，又违背了我的命令。我在愤怒中发誓，他们永不能享受我所赐的安息。我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当中有人心思败坏，不肯相信，背离了永生的上帝。但是为了避免你们当中有人为罪所迷惑，心肠刚硬，你们要趁着还有所谓的今天的时候，天天互相劝勉。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当时候的信念，始终不变，我们就是基督的同工。圣经上这样说，今天如果你们听见上帝的声音，你们不要顽固，像从前背叛上帝一样。谁听见上帝的声音而背叛了他，岂不是摩西从埃及带领出来的人民吗？在那40年当中，上帝向谁发怒了呢？岂不是犯罪倒闭在旷野的人民吗？当上帝发誓说他们不能享受我要给他们的安息，这是向谁发的呢？岂不是那背叛的人民发的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享受安息，是因为他们不信。愿我们都能够听从上帝的声音，遵行他的诫命，得以享受他所赏赐的安息。诗篇90篇12节到17节，求你教我们数算我们的年日，好使我们的心有智慧。上主啊，你的震怒几时终止？求你怜恤你的仆人。每日清晨，求你使我们饱享你的慈爱，使我们一生充满欢欣喜乐。你使我们遭受多少年日的苦难，求你也使我们享受多少年日的喜乐。求你让你的仆人看见你大能的作为，
让我们的子孙看见你荣耀的威力。主，我们的上帝啊，求你赐福给我们，求你使我们一切的工作顺利，求你使我们所做的一切成功。恳求主帮助我们觉知学习听上帝的声音，跟随圣灵的引导，在生活中展现出忠心的生命，全心全意的跟随主的脚踪，进入上帝所赐的安息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